感謝天父俾我有機會喺母親嘅安息禮上面同大家一齊懷緬佢嘅一生。母親葉麗端女士喺廣州番禺一個熱鬧又溫馨嘅大家庭出世。佢同11個兄弟姊妹相處融洽，互相尊重，細個就學識咗無私分享、真誠體諒同勇敢承擔。青年時期，母親同舅父、姨媽一齊嚟到香港，佢哋勤懇踏實，自食其力，在互相扶持中生活，從來唔依靠人。後來母親遇到爸爸，結婚之後就組織咗一個充滿愛嘅家庭。母親婚後全心全意照顧家庭，同爸爸生咗我和2個家姐。佢為人善良、確實又堅毅，雖然有時難免會有啲固執同傳統，但對家人嘅愛從冇保留。佢做嘅一切都係為咗我哋好，成日教我哋做人要有責任感，識得感恩，仲要珍惜同家人嘅關係。對住7個孫仔孫女，佢嘅關心同照顧更加無微不至。一家人開開心心聚餐，難忘嘅旅行，嗰啲溫馨嘅畫面，到咗而家都仲係好深刻。我哋真係好感恩，可以喺咁溫暖、咁熱鬧嘅環境長大。母親嘅一生係由無數默默嘅付出、衷心服侍嘅日子組成。佢嘅愛藏喺每一顆用心煮嘅飯菜同煲嘅湯水，每一件要改嘅衫，同每一次帶住牽掛嘅囉嗦入面。母親好主動參與社區事務，除咗經常做義工回饋社會之外，仲報讀咗唔少興趣班去增值自己。2010年，爸爸信主同埋接受咗水禮，安息主懷。之後，母親透過清表姐嘅邀請，參加咗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嘅啟發課程同小羊組。佢好投入，成日熱烈咁發問同討論。之後，清表姐嘅同事江姊妹邀請咗佢參加深水埗石安傳道會嘅崇拜同道德小組，令佢認識咗傳道人同教會嘅肢體。當時母親因為對腳成日冇力，曾經同我哋講，希望耶穌可以醫好我對腳，等我重新有力。近呢幾年，母親身體每況愈下。舊年3月，江姊妹返香港探母親，我就請咗表姐嚟屋企傳福音。喺聖靈深深感動之下，母親終於決志信主。之後接受咗恩福堂鄭牧師嘅灑水禮。過去幾個月，阿媽胃口差咗，身體越嚟越虛弱。
但聖靈賜俾佢出人意外嘅平安。喺佢臥床嘅日子，手裏成日緊緊揸住十字架。最後喺母親節第二日，喺家人温柔陪伴同祝福之下，佢平安安詳咁返咗天家。我哋雖然萬般唔捨得，但心中充滿有盼望，因為知道將來一定可以喺天家同爸爸媽媽重聚。我初初信主嗰陣，曾經好懇切咁為爸爸媽媽嘅救恩祈禱。如今天父真係應允咗我嘅禱告，令爸爸媽媽可以安息喺天父嘅懷中，再冇疾病痛苦。我哋雖然好唔捨得阿媽，但知道佢會同爸爸喺天堂團聚，過住無憂無慮、榮美嘅生活，享受永恆嘅福氣，心中充滿感恩。最緊要係我要將一切嘅頌讚同感恩歸俾我哋喺天上嘅父。神嘅恩典帶領阿媽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神賜平安喺我哋軟弱嘅時候，成為咗我哋嘅力量。母親一生嘅寫照，正如詩篇23篇4節所講：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阿媽，我哋會記住你嘅教導，姐弟之間互相扶持，好好生活落去。最後，我要衷心多謝每一位親友，多謝你哋遠道嚟參加阿媽嘅安息禮。你哋嘅陪伴、慰問同禱告，俾咗我哋家人好大嘅支持同溫暖。同時，特別多謝恩福堂嘅謝牧師同梁傳道、綠創團契加納同獻詩小組、江姊妹、清表姐同埋所有曾經喺阿媽生命中播下福音種子嘅弟兄姊妹，願主親自報答你哋嘅愛心。感謝主，多謝大家。現在請綠創團契獻詩小組獻唱《耶和華是愛》。神令我省察心中的憂鬱，共度每一天。耶和華是愛，在困境中他保守人面，常為我擺設豐足的恩惠，在危難也不會變。在世間主恩與動，他的愛存在常望盡。神為我施恩惠，保守勉勵，共同到此世。耶和華是愛，讓我科身清楚溪水邊，留下滿足快樂，永於心裏，在危難也不會變。在世間主恩與共，他的愛存在常無盡。神為我施恩惠，保守勉勵，共同到此世。耶和華是愛，讓我
親接觸喺嘴邊，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裏，再危難也不會變。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裏，再危難也不會變。現在讀經時間，請觀看明弟兄，跟住就係我哋主禮嘉賓謝賢嘉牧師嘅安慰信息。約翰福音14章1至6節，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叫你們也在哪裏。我往哪裏去，你們知道哪條路，你們也知道。多馬對他說：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裏去，怎麼知道哪條路呢？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喺今日嘅早上，眾親友同埋教會嘅弟兄姊妹，我哋都帶住一份敬重同埋懷念嘅心情，去紀念親愛嘅葉麗端姊妹。喺度我都懇請喺度代表咧，譚思聰弟兄 Gary 佢所參加嘅播道會恩福堂眾牧師傳道同工，同埋 Gary 所參加嘅綠創團契，同埋弟兄姊妹咧，帶俾思聰嘅家屬，你哋至親切嘅慰問同埋代禱。願上帝將平安、愛同埋憐憫充滿你哋嘅心。其實頭先好一段短片嘅時間咧，我就明白點解思聰弟兄佢笑嘅時候，原來同爸爸媽媽笑嘅時候一樣好含蓄。跟住我又睇到咧，好多孫喺細個嘅時候咧，喺麗端姊妹嘅愛嘅圍繞底下咧，其實個個都好 cute 嘅，直到今天都係一樣咁可愛。咁可人啊！我記得上年佢去屋企灑水禮嘅時候，佢哋嘅笑容，佢哋嘅幸福咧係喺祖母嘅愛嘅身上即係得到。今日想帶俾你哋嘅信息，穿越人生旅途嘅愛，我正想話俾大家知，上帝賜下人間家庭裏邊嘅愛係源自上帝嘅。其實咧呢個世代裏邊咧幾大嘅富豪 Steve Jobs、Bill Gates、巴菲特，佢哋咧喺佢哋嘅生平嘅自傳裏邊咧，不其然都有一個共同嘅結論㗎，就話人生去到自己年紀大嘅時候，人生去到最後尾，乜嘢為之最可貴咧？唔知你哋有冇睇過佢哋嘅説話咧？唔係佢哋唔係在乎佢哋自己擁有幾多，因為佢實在擁有太多啦。OK，佢哋俾咗成90幾個%嘅嗰啲嘅佢哋自己嘅資產咧，即係去做慈善事業咧，對佢哋嚟講都唔算得乜嘢。但係佢哋不其然有一個共通點。就係講到人生裏邊最可貴嘅地方，就係生命裏邊你曾經愛過幾多人？你曾經係實際上俾幾多人愛過？原來佢哋所睇重嘅係人生裏邊有幾多愛付出過，為愛喺人間裏邊。今日如果我問大家，麗端姊妹喺你哋眾人嘅生活圈裏邊咁多年以嚟，有幾多人你覺得你可以講話，你經歷過喺佢中間
愛與被愛嘅交流嘅，請你舉手睇下，唔好怕醜，係啦，連廣州嚟嘅一班親友，完全咧表明你哋對佢嗰份愛同埋對佢一份嘅尊重。我成日覺得咧，老人家咧去到70、80歲、90歲，係一個人生嘅歷史嚟嘅，係一個人生愛嘅歷史。呢份愛嘅歷史咧，係表明上帝咧預備咗人間呢份愛。不過佢預咗我哋係為愛而生，為愛而活，我哋亦為愛而死。不過人間唔會停喺死亡嘅，喺基督教信仰裏邊，呢份愛將會延續到永生。所以今日咧，我想藉住咧頭先讀過嘅約翰福音14章，耶穌臨到要釘十字架嘅時候，佢同門徒有一番嘅説話。呢番説話充分反映到佢知道人類喺地上咧，佢人喺地上嘅路途裏邊，佢所需要預備嘅愛有啲咩特質，好嘛？我想同大家咧攞翻你嘅程序表，我哋睇翻段經文，有4個特質。第一個特質係有承載嘅能力。耶穌呢份嘅愛，甚至臨到人間，透過父母。當你做過父母嘅時候，如果你係仔女，而家你結咗婚，你有自己嘅仔女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做父母唔可以冇擔當嘅，係需要一份從上帝而嚟嘅承載能力。我哋一齊讀下第一節好唔好？預備起，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神也當信我好。耶穌身陷苦境，最要釘十字架，點解去面對死亡？佢仲唔係掛住自己，反而係安慰翻啲門徒話：唔好憂愁啊！你哋信神都信我咧。我記得我母親咧，其實喺24年前，佢患癌病嘅時候咧，我媽媽好堅強嘅，痛極咧，啲藥幾苦啊，食貼子嗰啲中藥咧幾苦都唔出聲，直至到佢 QE 最後尾嗰2個月去復診嘅時候咧，佢有一次喺 QE 痛到咧，差啲喺張凳嗰度跌咗落。咁我記得有一次媽媽夜晚黑血壓好高嘅時候，我哋 call 白車由深水埗就揸車去 QE， 去到 QE 咧係深夜3點鐘停咗喺停車場，黑掹掹。停車場嗰啲人即係嗰車啲人一走之後咧，突然間就聽到好似係電影咁樣，啪，啲燈全部熄晒。我媽嗰陣時坐起身捉住我手，佢話：阿仔啊，好驚，點算啊？我嗰陣時都好驚啊！我話俾你聽，我捉住我媽媽隻手，我話：媽咪，我哋祈禱啦。我哋一齊祈禱之後，好快，啪，啲燈又着翻晒，護士就落嚟救咗，我真係形容救咗我哋上去。我媽媽後來即係信得主，佢一直都係信主，心裏邊得到平安。我感謝神啊，係上帝賜俾佢呢種咁嘅能力，去面對到咧喺晚年，甚至係要度過死亡面山嘅時候咧，一段喺眾人都覺得係好坎坷，都唔容易過嘅日子。第二個愛嘅特質係有家嘅安舒，我哋一齊讀第2節啦。在我父嘅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原來聖經話耶穌為我哋需要經過死亡面山，佢要為我哋捱過人生嘅生老病死。佢話喺天父嘅家裏邊有好多住處，因為聖經話有好多嘅 mansion 即是唔係我哋而家嘅劏房 ，mansion 亦唔係豪宅。喺外國人嘅眼中 mansion 就係大宅，即係話上帝喺天家裏邊為我哋每一個人預備咗好足夠嘅地方。佢話如果冇，我都要早話俾你知，我要早啲去，因為要為你哋預備呢笪地方。基督教信仰獨特之處係我哋唔相信咧靈魂如燈滅，輪迴做投胎。我哋覺得呢啲都好虛幻，靠自己修行就可以即係成仙。我哋覺得就等於好比喺香港，你可唔可以將個蘋果掉去美國紐約啊？結果你可唔可以跨過咁大嘅海洋抌過去咧？冇可能嘅。如果諗住靠住修行練成仙，冇可能人可以達到上帝嘅完美。相反，耶穌嘅愛去為人付清咗罪債，預備咗家，成為咗人終極去安息嘅地方。因為佢知道我哋每個人都會攰，每一日工作都會攰，湊完孫都會攰，年紀大咗生老病死都會疲倦。就好似遊子或者時時去遠行嘅即係工作行政人員，都會厭倦成日飛嘅日子，總係好想有機會翻到屋企，就算係狗竇都覺得係安舒。唔知大家同唔同意？有邊個父母如果仔女仲喺外國讀書，唔會好好保留佢間房，等到一個仔女一有假期翻嚟香港度假嘅時候咧，可以共聚天倫咧？呢一份係一份愛嘅預備嚟㗎。耶穌知道我哋喺人生旅途裏邊咧，呢份愛嘅預備。第三個愛嘅特質就係佢有承諾嘅接待。我哋一齊讀第3節啊，預備起。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
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叫你們也在哪裏。係啦，因為耶穌去嗰笪地方呢，我哋從來冇人去過，亦從來冇人去過。渡過死門關之後，翻轉頭話俾你知，如果有嘅話，你會覺得好驚。所以耶穌講嘅呢番説話，完全係喺佢面對死亡之前已經講過你聽。佢話：我去為你哋預備地方，我一定會翻嚟接你哋嘅。我喺邊，你哋都喺邊。因為耶穌知道前面一條路途咧冇人行過，陪伴啊！頭先喺阿思聰弟兄所分享嘅內容裏邊咧，陪伴原來就係最實在喺人間裏邊愛嘅體驗，同唔同意啊？我哋當中有幾多人已經有孫嘅？其實睇下，湊個孫嘅，係啦。你初個孫啱啱翻幼稚園嘅時候，好開心係咪？佢拖住你嘅手仔，跟住翻入去嘅時候，你會同個孫講：阿孫，我今日湊你翻嚟啊！我而家唔得閒接你啦，放學嘅時候你自己執衫啦，翻去啦。你會唔會咁樣交代俾個孫咧？你覺得咁樣對個孫會唔會叫做有交代嘅接待咧？我諗你唔會係咪？我哋跟旅行團啊，有幾多人曾經跟過零團費嘅旅行團嘅？有 ，OK， 真係有。好在而家冇。而家有嘅團咧貴到幾廿萬嘅，我去南非啊、咩北非嗰啲。但係如果你仲記得零團旅行團嘅特色係咩啊？佢隨處嘅丟棄啲旅客，同埋佢冇承諾回頭接你嘅 ，OK？ 相反，越貴嘅團，大家而家呢段日子裏邊咧，好多人都好興嘅。導遊咧就好有交代，越有承諾嘅接待，每晚一定會派清楚啲明日嘅行程表俾你嘅。聖經話耶穌呢份犧牲嘅愛，佢代價無比嘅高，所以耶穌承諾佢一定會再翻嚟，叫信佢嘅人時時喺佢身邊。試問大家，如果你參加個旅行團，個導遊同你講話，我去到嗰度冇為你預備地方喎，你自己咪上網咪得咯。而家咁自然，你自己上網啦，自己上網播啊。去到邊我都唔翻嚟接你㗎，你自己執衫啦。你會唔會咁樣跟呢啲導遊去旅行啊？我諗你唔會嘅。如果去呢個地方你係去冇，你都冇去過，你會唔會跟呢導遊去咧？我諗你更加覺得冇安全感，你唔會跟佢去嘅。但係聖經話俾我哋知，耶穌呢份愛係非常之有承諾嘅接待。因為佢知道唯有佢有資格渡過呢個人間嘅死門關，而且佢應承過佢復活翻嚟會接我哋。今日聖經話，伯母在喺樂園裏邊同耶穌一齊，將來耶穌喺聖經嘅預言裏邊會有榮耀嘅再翻到嚟地上作王。到時咧，所有喺耶穌裏邊先睡覺嘅人，佢哋會再起翻身，神會賜俾佢一個復活嘅身體，唔再朽壞嘅身體。最後呢份愛咧，其實係有終極嘅方向嘅。我哋一齊讀第4節好嘛？預備起。我哪裏去，你唔知道哪條路。你們也知啊，讀到第6節。多馬對他說：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裏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原來即係耶穌冇講錯，我去邊你哋知㗎，嗰條路你哋都知㗎，因為嗰陣時門徒跟咗佢幾年㗎啦。但係呢條渡過死門關嘅路真係冇人行過喎，所以咧好多疑惑嘅門徒多馬咧都忍唔住講：主啊，我哋唔知道去邊喎，點知道啊？咁耶穌就講咗，全世界嘅宗教裏邊冇一個教主曾經有咁嘅宣告。我哋一齊再讀第6節好嘛？預備起。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大部分嘅宗教信仰都係鼓勵你成佛成仙，其實冇人好似耶穌咁確實嘅講：我就係道路、係真理、係生命。如果唔藉住耶穌，冇人能夠去到天父天家嗰度去。喺度門徒眼見耶穌就係要受害釘死，佢哋內心有驚恐不安，係好正常嘅，可以話係人性可以理解。耶穌要為我哋每一個人先上死門關，一條從來冇人走過，亦冇人提早話俾你知點面對嘅道路，欠缺安全感係可以理解嘅。不過信靠耶穌嘅人係有唔一樣嘅安心。我記得咧喺6創之前嘅2創團契咧，曾經有一次探一個咧印度籍嘅消防隊目，喺佢臨終喺明愛醫院2日前咧探佢嘅時候，佢已經好辛苦，嗰陣時候即係唞氣好辛苦。我記得我同一個弟兄探嘅時候，同我一齊唱一首詩歌安慰佢：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主耶穌愛我，因聖經告訴我，
其實嗰段好短嘅時間，我哋只係想令佢溫馨地諗起，雖然佢係極之嘅軟弱，等待耶穌接佢翻天家，但係耶穌愛佢。我冇諗到呢2日之後佢就真係安息主懷。但係後來同佢安排個安息禮嘅時候，佢太太同我講，佢話你走咗之後嗰2日啦，有親友嚟再探佢嘅時候，佢竟然有力氣唱翻嗰首歌俾啲親友聽。我就覺得哇！點解佢可以仲有力氣呢？而且係唱翻一首佢心裏邊有能力嘅一首嘅愛嘅詩歌，唱翻俾啲親友知。結果佢啲親友同埋家人，因為見到佢有信耶穌嘅心，信靠耶穌嘅心，佢哋嘅心靈都覺得輕散咗，唔會覺得一個病人病到好犀利，好似好沉重。因為一個臨離開嘅人，佢望住天家有盼望。各位親友，聖經雖然講人都係偏行咗己路，好似羊走迷咗，但係耶穌嚟到呢個地上，佢赦罪嘅愛喺佢受苦嘅時候，表明咗佢愛世人，佢能夠承擔人嘅無助驚恐，佢亦為人預備咗永恆嘅家，有愛嘅安舒，承諾咗佢一定會接我哋，佢知道我哋唔識路，佢會帶我哋，並且佢勝過死亡又復活，佢就能夠安然帶領信靠佢嘅人可以安抵天家啦。我記得咧好多年前，老布殊總統已經唔喺度啦。佢70歲慶祝生日嘅時候咧，電視有記載。其實佢每5年8年咧慶祝生日。你知唔知點慶祝生日咧？吸引我睇電視睇到嘅就係70歲嘅老人家去跳傘慶祝生日。你70歲會唔會跳傘咧？我睇嗰下咧，我心裏邊嘅感覺有個聲音出現咗，就係嫌命長。但係咧，原來佢冇嫌命長喎。個電視影住喺個跳傘，跳落嚟之後咧，佢落到嚟嘅時候，佢係笑住嘅，俾人哋影住。鏡頭望住佢興奮嘅笑容，但係同時一影過隔離一格，突然間見到一個好年輕嘅資深、好健壯嘅跳傘員，佢表示對佢嘅多謝。原來係呢個年輕嘅跳傘員攬住佢一齊跳落去嘅。咁但係有呢個年輕嘅資深跳傘員抱住佢，安然嘅着陸。各位，基督教信仰裏邊，從來冇人可以經過死亡有復活嘅，只有耶穌。全世界信仰裏面都冇一位係咁樣。耶穌基督就係呢一位唯一嘅資深跳傘員，佢親身自己經過死亡，佢能夠擁抱所有信靠佢嘅人，安度死亡嘅面紗，進入豐盛永恆，安居天父嘅家裏邊。所以各位朋友，特別喺我哋當中仲未信嘅親友，我鼓勵你學習伯母同埋細伯，佢哋帶住單純嘅信心，知道人生嘅盡頭其實唔係真係盡頭，因為上帝期待住佢賜俾人間嘅愛係會繼續延續到永恆同埋天家嘅。所以既然耶穌話佢就係道路、真理、生命，我哋仲可以跟邊個呢？試問你會唔會去求醫，揾一個都冇醫過嗰個患疾嘅一個醫生幫你醫病呢？我諗你唔會㗎。你會唔會揾一個導遊？佢話我連去嗰個地方都冇去過，你會唔會揾一咁嘅導遊帶你去呢？我諗你都唔會去。基督教信仰完備之處就係上帝明白佢創造嘅人，佢所經歷嘅人生旅途所遇到一切嘅波折，所以佢預備咗豐盛嘅愛、安穩嘅愛，使到人喺地上活着有意義、方向，令到人有盼望，面對死亡嘅面紗，跟住耶穌安抵靈魂嘅居所。今日我信息結束嘅時候，我想同大家一齊唱喺程序片裏邊嘅詩歌《耶穌愛你》。耶穌唔單止愛葉麗端姊妹，今日我相信如果葉麗端姊妹仲喺度嘅時候，佢都會同你講：你哋咁掛住佢，其實佢一樣咁愛你。佢喺耶穌嘅話裏邊同樣係咁記掛住、懷念住你哋，好唔好啊？我哋一齊唱《耶穌愛你》啊！我哋聽詩琴第一次，係用普通話唱。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困难，曾是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
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你是否願意同為神的兒女，一生讓耶穌愛你？在世上沒有任何的困苦愁煩，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好多謝大家真係抽空同埋喺遠方嚟到悼念你哋所愛嘅葉麗娟姊妹，心裏邊都願意你同佢一樣有單純嘅信心，信靠佢所信靠嘅主耶穌，因為冇一個世上嘅救主曾經有咁嘅宣告。我將時間交俾主席。咁佢代表哀家多謝各位來臨葉麗娟姊妹安息禮，謝謝你嘅出席、問候、祈禱、關顧、白鴿同埋教勸，俾到我哋喪家好大嘅支持同埋安慰，能夠隨後會揾到多年神國進行火葬禮。已經預備咗巴士主禮各人前往火葬禮後，會喺太子始創中心5樓古軒酒樓備有平安宴。喺度多謝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謝賢德牧師、獨唱團契獻詩小組司琴謝彩欣姊妹、讀經嘅安學明先生。而家係瞻仰遺容，請按照工作人員指示，如有唔方便嘅地方可以安坐，亦都唔需要介懷。開始。我哋首先有請詩班出嚟嘅招待邊個身邊出嚟
好感恩頭先大家帶住一份愛嘅心，將紙盒擺喺棺木裏邊。相信發夢喺耶穌懷裏邊，完全收到大家呢份咁強烈嘅愛。請大家站立。蓋棺之後呢。